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是老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您可能从未想过的问题，但它却残酷地影响着您的健康和寿命。请问您是否知道，当您沉沉入睡，身体开始修复时，一个隐形的小偷正在悄悄地分解您的肌肉？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医学惊悚片的情节，但这是千真万确的生理过程，我们称之为夜间分解代谢 （nocturnal catabolism）。想象一下，您的身体就像一辆夜间长途行驶的汽车，它需要燃料，但您已经超过8小时没有加油了。这时候，身体为了维持血糖稳定和重要的生理机能，会做什么呢？它会像一位绝望的驾驶员一样，开始分解他认为最容易取得的燃料来源——您的肌肉蛋白。这是个非常狡猾的过程。您的肌肉这个能量的储备仓库会被拆解成氨基酸，送入肝脏，转换成葡萄糖。这个过程虽然确保了您不会在半夜因为低血糖而惊醒，但长久下来，它的代价是巨大的。每年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原本就难以避免地会流失，大约$0。5%的肌肉质量。如果我们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个夜间的分解，这个流失的速度将会倍增。我有一位病患张先生，70岁，住在高雄。他告诉我，他总是在早上感觉特别虚弱，像是睡了一夜，疲惫感却更重了。我们检查后发现，他的血清肌酸激酶水平，一个肌肉分解的指标，在清晨时分总是有轻微的升高。这就是夜间分解代谢的经典指照。张先生的困扰，其实是我们很多人正在面对的隐形危机。为什么肌肉如此重要？肌肉不只是让您能举起重物，它是您的新陈代谢引擎。肌肉质量决定了您的基础代谢率、血糖控制能力，甚至是您的免疫反应。想象您的血液就像一辆辆运输车，而您的肌肉就是一个个仓库。如果仓库不够大，血液中的货物、糖分和脂肪就只能滞留在路上血管中。这就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开端。所以今晚当您准备上床时，您的身体将面临一个关键的抉择：是分解宝贵的肌肉，还是使用您预先为它准备好的夜间燃料？这个选择权其实在于您手中的食物。如果您不想让这个隐形的小偷继续偷走您的力量和健康，如果您想在第二天醒来时感觉充满活力而不是虚弱，那么请您务必看完这个影片。接下来我将会揭示5种简单、美味但功效却令人震惊的睡前食物，它们能像夜间守卫一样保护您的肌肉不被分解。请不要跳过任何一部分，因为每一个食物都有其独特的科学原理。让我们一起从今晚开始夺回对我们肌肉的控制权。我们现在将镜头转向一个更深层次的科学理解，要有效对抗夜间的肌肉分解。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个过程的运作机制。这个过程的正式名称，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肌肉流失，我们称之为肌少症 （sarcopenia）。这个词汇来自于希腊文，意思是缺乏肉体。肌少症并非仅仅是偏老的结果，它是一种疾病，是老年人虚弱、跌倒、骨折乃至于寿命缩短的核心原因。当我们说到分解代谢，我们指的是身体分解大型分子，例如蛋白质和脂肪，来获取能量的过程。在您睡觉的时候，因为没有新的食物摄取，您的胰岛素水平下降，而皮质醇和生长激素等调节性荷尔蒙开始发挥作用。特别是皮质醇，这种俗称的压力荷尔蒙，它在清晨时分达到高峰。这正是身体为因对即将来临的一天压力而做准备。然而，
皮质醇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它会促进蛋白质分解，从而将氨基酸转化为葡萄糖，以维持血糖平衡。想象您的肌肉就像一个银行保险箱，里面装着生命所需的黄金，也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当您进食时，身体的会计部门会发出指令，没有新的存款进来，我们必须从保险箱里取用。结果就是您的肌肉组织开始被分解，氨基酸从肌肉纤维中释放出来，送去肝脏进行糖质新生 gluconeogenesis 的过程。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身体的合成代谢 anabolism 建立，通常能轻松抵消分解代谢 catabolism 分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对蛋白质的合成反应能力会下降，就像一个老旧的工厂，生产效率大不如前。因此，在夜间的分解代谢中，肌肉的流失速度就开始超越了白天重建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您的肌肉就像一座能量的蓄水池，如果池子不断有水流出，而您又不定期有效的补给，池子最终会潜河，而夜间就是这个水流出最快的时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提供缓慢而稳定的氨基酸释放的食物，来像一个慢速滴灌系统一样，在您睡着时持续地给予您的肌肉养分。这不仅能阻止分解，还能创造一个微弱的合成环境，让肌肉在夜间也能进行修复和生长。了解这个科学原理至关重要。这不是一个关于吃多少的问题，而是关于吃什么和什么时候吃的问题。请务必将这个知识分享给您的长辈和朋友，因为知道这个敌人的名字是我们战胜他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如何用简单的食物来欺骗这个夜间的分解代谢机制。好了，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夜间肌肉流失的机制，现在是时候揭示我们的第一位夜间守护者了。这是一个既美味又方便取得的小零食，它能有效地在您睡梦中保护您的肌肉。请热烈欢迎杏仁 almonds。您可能会觉得惊讶，小小的杏仁怎么可能抵御如此复杂的生理过程？让我来告诉您杏仁的3重防御机制，这也是它如此有效的秘密所在。首先是蛋白质和镁的协同作用。杏仁不仅富含健康的脂肪，每份大约1/4杯，还能提供约6美元克蛋白质。更关键的是，它富含镁 （magnesium）。镁是一种超级矿物质，它参与了我们体内超过300美元总的生化反应，其中就包括蛋白质合成。想象一下，蛋白质是砖块，而镁就是水泥。没有足够的镁，即使您摄入了足够的蛋白质，您的身体也难以有效地将这些氨基酸组装回肌肉纤维中。因此，睡前吃杏仁是同时提供了原料和催化剂。其次是精氨酸阿嗪的奇效。杏仁是精氨酸的优质来源之一。精氨酸是一种氨基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为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一氧化氮有什么作用？它是一种血管扩张剂，能帮助放松您的血管，让血液更顺畅地流动。这意味着，当您睡觉时，更多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可以被输送到您的肌肉组织，这大大提高了肌肉的修复和重建效率，同时也能让您睡得更香甜。最后是对胰岛素敏感度的帮助。我之前提到，夜间分解代谢部分是受低胰岛素水平影响。杏仁中的健康脂肪和纤维有助于稳定您的血糖水平。一个平稳的血糖曲线意味着您的身体在夜间不必经历血糖的大幅波动，进而减少了皮质醇的激增，也就减缓了肌肉分解的信号。我的另一位病人住在台北的陈太太，65岁，她有轻微的第2型糖尿病。
我建议他每晚睡前吃1小把未加盐、未烘烤的杏仁。2个月后，他惊喜地告诉我，他的早晨空腹血糖值变得更稳定，而且他觉得早晨起床时的关节僵硬感减轻了。这不是奇迹，这是杏仁在夜间提供了缓慢燃烧的能量和关键的微量营养素的结果。所以，您的第一个夜间策略非常简单。在您准备上床睡觉前，约30美元分钟，吃大约20美元到25美元。颗杏仁，请记住选择原味的杏仁，避免那些含有过多盐分或糖分的。这是一个简单的改变，但它能为您的肌肉提供一个强大的缓冲区。试试看，您会对第2天早晨的感觉感到惊讶。现在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第2位夜间守护者，它可能是您冰箱里最不起眼，但却是对抗夜间分解代谢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这个食物就是茅屋乳酪 （cottage cheese）， 或者我们俗称的农舍前酪。在您听到乳酪这个词时，请不要立刻联想到高热量或不健康的食物。事实上，茅屋乳酪是健身界公认的夜间之王，而这完全归功于它所含有的酪蛋白 （casein protein）。乳制品中的蛋白质主要由2种组成：乳清蛋白 （whey） 和酪蛋白。乳清蛋白消化速度极快，就像一个瞬间燃爆的火箭，能在短时间内为您的血液提供大量的氨基酸，非常适合运动后立即补充。但酪蛋白则完全不同，它就像一个缓慢释放的定时炸弹。当您摄取茅屋乳酪时，它到达您的胃部后，酪蛋白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凝结成块，形成类似果冻的结构。这个凝块的消化速度非常慢，它能够在长达6到8小时的睡眠期间内，像一个稳定的滴灌系统一样，持续缓慢地将氨基酸输送到您的血液中。为什么？这是对抗夜间肌肉流失的关键。回想一下我们在第2部分谈到的夜间身体会寻找氨基酸来进行糖质新生。如果您能在这一段时间内持续提供一个低水平稳定的氨基酸流动，您的身体的会计部门就会认为，外面有货源进来了，我们不需要动用保险箱里的黄金，这就有效地关闭了分解肌肉的信号。一个150美元克左右的茅屋乳酪，通常能提供20美元到25美元克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极低，请选择低脂或脱脂，这20美元多克的蛋白质，几乎全部是缓慢释放的酪蛋白。这是一个极佳的合成代谢与分解代谢的平衡点。我曾经治疗过一位住在台中的林先生，48岁，他经常出差，作息不规律，导致体重反复波动。我建议他每晚睡前1小时吃半杯低脂茅屋乳酪，可以加上少量水果或坚果。他反馈说，他不仅睡眠品质变好了，而且早晨起来的饥饿感也减轻了。他的身体组成检测也显示，他成功的在6个月内增加了1美元，5美元公斤的肌肉质量。这对于中年人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成就。请记住，茅屋乳酪是酪蛋白的纯粹来源。将1小碗茅屋乳酪加入您的夜间菜单中，您将为您的肌肉穿上一件持续作用的防弹衣。请尝试这个简单但科学证明有效的策略，您将会感受到夜间保护的力量。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第3个夜间盟友。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喜爱的食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它对肌肉的超级保护力。这就是希腊优格 （Greek yogurt）。为什么希腊优格能够上榜，而普通的优格却不行呢？这完全归功于它浓缩的蛋白质含量和独特的制作工艺。希腊优格是透过特殊过滤工艺
制作而成，将大部分的乳清和水分去除，因此它的蛋白质含量几乎是普通优格的2倍。一杯希腊优格约170美元克，通常能提供15美元到20美元克的蛋白质。更重要的是，希腊优格不仅含有酪蛋白，我们的夜间守护神缓慢释放，它同时也含有少量乳清蛋白。这就像是一个双重作用的炸弹。乳清蛋白提供了一个快速启动的氨基酸高峰，立即开始修复过程；而酪蛋白则提供了一个持续稳定的供给，持续整个夜晚。这一种快慢结合的模式，对于最大限度的减少夜间肌肉分解来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组合。但是希腊优格的魔力远不止于此，它之所以成为一个超级食物，还在于它富含益生菌 （probiotics）。您可能会问，肠道健康与肌肉有什么关系？关系巨大，这就是所谓的肠道肌肉轴线 （gut muscle axis）。您的肠道健康决定了您吸收营养的效率。想象您的肠道绒毛就像工厂的船送带，如果传送带被废物和坏菌堵塞，那么即使您吃下了最好的蛋白质，您的身体也无法有效地将它们分解成氨基酸并吸收。益生菌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平衡，从而优化了营养吸收，确保您从希腊优格和其他食物中摄取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能够最大效率地到达您的肌肉。我有一位住在新竹的黄小姐，42岁的科技业主管，她过去几个月以来，因为工作压力大，经常感到腹胀和消化不良。她开始每天晚上吃一杯原味无糖的希腊优格。6个星期后，她告诉我，她的消化系统变得规律，而且最令她惊讶的是，她在健身房的恢复速度似乎也加快了。这是因为她的肠道现在能更有效地吸收用于肌肉修复的营养素。当您选择希腊优格时，请务必选择原味和无糖的品种，避免那些含有过多添加糖分的。您可以加入少量天然水果，如蓝莓或草莓，或一点点蜂蜜来调味。这是一个简单的、美味的，同时提供酪蛋白、乳清蛋白和益生菌的强大夜间解决方案。一杯希腊优格每晚，它不仅能帮助您维持肌肉健康，还能为您的整体消化系统带来长远的益处。请让这个简单的改变成为您健康习惯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介绍了3种以乳制品和坚果为基础的食物。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一种经典的蛋白质来源。它不仅能提供肌肉所需的氨基酸，还能透过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您的夜间修复过程。这就是火鸡肉 （turkey）。火鸡肉，这个在西方感恩节餐桌上常见的主角，其实是我们的夜间肌肉修复工程师。它的第一个优势当然是它的超高蛋白质密度和极低的脂肪含量。1小份约85美元，克煮熟的火鸡胸肉就能提供约25美元。克以上的优质蛋白质含有完整的9种必需氨基酸，在睡前摄取少量火鸡肉，能提供身体一个稳定、高品质的氨基酸来源，这对于对抗、分解、代谢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火鸡肉的秘密武器在于它富含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色氨酸 tryptophan。色氨酸是什么？它是我们体内制造2种关键物质的前体，血清素 serotonin 和褪黑激素 melatonin。血清素俗称快乐荷尔蒙，它能帮助您放松心情，减轻焦虑；而褪黑激素则是我们的睡眠荷尔蒙，它调节您的生理时钟，帮助您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深度睡眠也就是所谓的非快速动眼睡眠 non-REM。Sleep 是身体进行最大程度修复的时候，也是生长激素释放的关键阶段。想象一下，
如果您因为焦虑或失眠而无法进入深度睡眠，您的肌肉修复工作就会被迫停工。火鸡肉中的色氨酸透过帮助您更快入眠，并加深睡眠质量，从而间接地为您的肌肉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修复环境。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策略，直接提供原料、蛋白质，同时优化修复过程的时机深度睡眠。在我的病人中，有一位王阿姨，72岁，住在桃园。她最大的困扰是夜间醒来次数多，睡眠品质差。我建议她晚餐少量摄取一些水煮或烤熟的火鸡胸肉片。几周后，她告诉我，她发现自己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而且第二天早晨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这不仅是因为蛋白质的功效，更是因为色氨酸帮助他获得了更有效率的睡眠。当然，我们这里不是鼓励您在睡前吃一大块火鸡腿，我们建议的是少量精益的火鸡肉片作为您晚餐的一部分，或在睡前1小时的轻微补充。这能让您在不给消化系统带来过大负担的情况下，获得蛋白质和色氨酸的双重益处。请尝试这个策略，您会发现一个高品质的睡眠是对您的肌肉健康来说最好的夜间礼物。各位观众，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5位，也是最后一位超级守护神。它可能是您餐桌上最常见，但却是最具生物利用度、最完整的肌肉修复食物。请容我隆重介绍鸡蛋 X。鸡蛋简单而平凡，但在营养学界，它被誉为蛋白质的黄金标准。为什么？因为鸡蛋中的蛋白质，特别是白蛋白，其氨基酸构成与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模式最接近。这意味着您的身体可以最有效率、最少量浪费地，利用鸡蛋中的蛋白质来合成您自己的肌肉。一个大号鸡蛋通常含有约$6克蛋白质，但请听清楚，鸡蛋的真正力量在于蛋黄。过去，很多人因为担心胆固醇而丢弃蛋黄，但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蛋黄不仅含有近乎一半的蛋白质，它还富含各种关键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D 含胆碱 choline。维生素 D 在肌肉功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维生素 D 与肌肉无力和肌少症直接相关，而胆碱则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素，有助于神经传导和细胞膜的结构完整性。最重要的是，蛋黄中含有亮氨酸，这是一种分支链氨基酸 BCAA， 它被认为是启动肌肉蛋白质合成过程的开关。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亮氨酸是触发肌肉生长信号 mTOR 通路的最强大单一氨基酸。当您在睡前摄取含有亮氨酸的食物，即使是在夜间，您也在为您的肌肉提供最强大的生长信号。我的老病患住在花莲的周老伯，80岁，他的生活目标是能够继续在田里工作。他对复杂的饮食建议感到困惑，所以我给他一个最简单的策略，每天晚餐吃1颗水煮蛋。半年后，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的体力明显增加，而且不再那么容易疲惫。我为他解释，这是因为鸡蛋为他提供了最完美的氨基酸平衡，持续地支持了他夜间的肌肉修复。所以您的最终夜间策略是不要害怕鸡蛋。您可以在晚餐中加入1颗水煮蛋或蒸蛋，或者在睡前1小时吃1颗全熟蛋，请务必吃下蛋黄，因为您丢弃的正是那些对肌肉生长和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的维生素和脂肪。这是一个简单、便宜、易得且科学证明极其有效的超级食物，请让鸡蛋成为您日常保护肌肉的基石。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已经一起走完了这趟夜间肌肉保卫战的旅程。我们揭示了夜间分解代谢这个隐形的威胁，
并为您提供了5种科学证明的夜间守护者。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您的夜间肌肉黄金法则：杏仁 （almonds） 提供镁、精氨酸和稳定血糖，是您睡前的第一道缓冲墙。茅屋乳酪 （cottage） 纯净的酪蛋白，来源像一个6小时的慢速滴灌系统，持续供养您的肌肉。希腊优格 （Greek yogurt） 酪蛋白、乳清蛋白和益生菌的完美结合，既能快速启动，又能持续修复，同时优化肠道吸收。火鸡肉 （Turkey） 高蛋白和色氨酸，既提供原料，又通过改善睡眠质量来优化修复的时机。鸡蛋 （Eggs） 蛋白质的黄金标准，富含亮氨酸和关键维生素 D， 是启动生长信号的最佳燃料。请记住，这不是一个关于增肌的影片，这是一个关于停止流失的影片。在人生的下半场，保持您现有的肌肉质量，比尝试重新建立它要容易得多，也重要得多。您所做的每一个小小的饮食改变，都是对您未来10年健康的一次巨大投资。我希望您能从今晚开始，将这5种食物中的至少1种纳入您睡前的1小时内。您不需要吃得太多，只需要适量，并且持之以恒。这个种简单的策略能让您的身体在您睡觉时从分解模式转向修复模式。第2天早上，您会感觉到差异的更少的疲惫感，更轻快的步伐。医学的进步让我们能够用简单的科学知识来对抗那些曾经被视为不可避免的衰老过程。但是知识本身毫无价值，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请您现在就下定决心，选择其中1种食物作为您今晚的夜间小食。更重要的是，请将这个影片分享给您的父母、长辈以及那些您关心的人，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夜间的秘密，并采取行动保护他们的肌肉。如果您对这5种食物的分量或搭配有任何疑问，请在下方留言去告诉我，我会尽力为您解答。现在我的问题是，您今晚会选择哪1种食物作为您的夜间守护者呢？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选择，让我们一起从今晚开始睡出健康，睡出力量。